愿上帝起来，上帝起来，互伊的对敌视线，互万分伊的人对伊的面前逃走。你甲因挂线，亲像烟吹线，亲像咱见着火就扬起。咱人见着上帝面就消灭，愿人伫上帝的面前欢喜快乐，愿伊欢欢喜喜。着对上帝认识，唱歌称赞伊的名，大大称赞济魂迄位。伊的称呼是上主，着伫伊的面前快乐。上帝伫伊圣的所在，做孤儿的爸，寡妇的保护者。上帝互孤单的人有厝通住，大关家的人出来得到自由享福。毋过，伊互背逆的人踮伫空闲的地。上帝啊！早你行伫主人的头前，经过旷野，地见着先来的上帝大震动，天伫以色列的上帝面前落大雨。上帝啊，你落大雨，互打碎的土地得到润泽，互你的族群伫遐徛起。上帝啊，你互散赤人得到恩惠。阮上帝主哦，咱交托伊活命为义。咱今日本堂牧师的讲道的题目胜利的歌。咱做伙来祈祷。迄位上帝，阮感谢你，用你的恩典日日引带阮，互阮踮伫你的听，阮通亲像是来到主你青翠的草坡，也来到你安静的水边。主，阮嘛感谢你的听。互阮搁伫这个圣安息主日，来到伫你施恩的宝座前，伫遮来甲主做伙来敬拜伫这个主日的中间，阮嘛感谢主，也互阮这个教会游员伫稳定中渐渐伫进步成长。我嘛看见这个主日青少年的小朋友虽然人数无介济，毋过因也温群来到伫教会，伫遮来接受信仰的教育，也伫这个所在诚做彼此相听的团契。上时阵伫最近因也来组织伫这个敬拜团，也认真咧学习，也伫安尼正个月的中间。也已经练得要2条的歌，阮嘛为着这个献上感谢，愿主你特别看顾伫这个青少年这个主要的小朋友，也互因伫世间虽然人人有无共款的家庭甲境遇，总是主你对因听游园是亲像是孤儿寡妇。会爸一样来照顾伫因，阮也从早起阮所要领受主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神由因开启，互阮通明白，通对这中间来得到利益。阮献上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名，阿免。弟兄兄弟，大家平安。早起伫咱所读的这个诗篇68篇，其实略略有一撮长度，伊有35节。毋过呢，讲长嘛无算真长吼。这首的诗篇，伊并是单独头到尾完成的一首的诗歌。其实伫这个圣经学者的研究的中间呢，诗篇68篇，伊有真侪无共款的这个资料的来源吼。这个资料来源诚做是材料甲伊排列诚做即个规篇的作品，即个咱个无偌久就要肉粽节吼，所以呢，我嘛发现讲吼，即个诗篇68篇其实会当甲伊比评讲，咱亲像是肉粽共款安尼。为什么亲像是肉粽呢？咱知影讲，肉粽主要就是讲伊内底有包米吼，嘛有肉，也是讲有放土豆，也有放即个鸡卵仁吼，也是讲鸭卵仁吼。
当然咧，伫无共款的所在，也是讲无共款的人对做肉粽所放的即个内底的料吼会无啥共的安尼吼。有的人呢肉粽是用吹，有的人肉粽是用煮的。所以呢到伊安尼熟的时阵就黏黏规圆变成做是肉粽。肉粽是一种食物专有的一个种类，毋过呢，伊的办法、伊的做法会当有真侪无共款的变化甲口味。呾诗篇68篇呢，其实也真类似，伊是伫即个真高明的即个诗人编辑下面呢，对真侪遮个无共款的内容的材料呢，吼，甲伊扣做伙，然后形成一首的诗歌。这中间呢，伊会当对出来去摩西时代，一直到伫旷野入迦南，然后到伫大逼的时代踮伫耶路撒冷的锡安宣扬见证上帝伊的拯救甲慈爱，甚至是讲到伫即个现今到将来安尼。诗篇68篇呢，伊伫圣经的中间，通讲是诗篇上解困难解说的一篇，因为即个圣经学者因有找到讲，伫诗篇68篇的内面呢，有几若个所在吼，伊的迄个字句伫原文本身就真好理解吼，也是讲真好解的迄个解说讲到底是啥物字义吼？像讲，咱若看圣经呢，伫12节遮吼，12节遮有讲到分着战利品吼。当即个分着战利品的人呢，到底是伫迄个兵营内底的遮个战士，还是讲是伫厝内咧听候的遮个妇女呢？伫13节遮有讲到讲羊条啦吼，这个羊条呢，另外一个解说嘛会当讲是萤火啦吼，萤火安尼吼，营房咧起火迄个萤火安尼。26个所在呢，遮有讲到大火吼，毋过这个大火嘛有另外一个字义是叫做源头吼，源头安尼。伫31节呢，伫31节旧的巴克的译本是写大官啦吼，新的这个译本是会翻做特赛吼。当这个所在到底是大官特赛，也是迄个叫做东气啦？这完全无共款，吼，完全无共款安尼。所以无共的用字伫翻译上，也影响对诗、对经节无共款的解说甲应用。13节的所在呢，遮嘛有一段讲，亲像粉鸟一色，像白云，无像黄金吼。到底这个是咧指讲因伫作战了后呢，伫胜利对迄个战争的中间所抢到的战利品，也是讲这个胜利的一边吼，这以色列的妇女呢，因穿这个伫战场中间所抢到的战利品内面遐个华丽的衫吼，也是咧指以色列国因享受胜利的果实吼，这嘛无解说嘛真好理解安尼。另外14节呢，遮有一句讲，细面亲像雪文山得落雪吼，这个细面亲像雪文山得落雪。圣经学者嘛咧想讲，到底这个是咧指对敌的残兵败将吼，还是讲因的武器散夜夜还是讲是遮个战败的遐个对敌因的尸骸满地呢吼？嘛有无共款的见解伫咧安尼，所以诗篇68篇嘛称作是诗篇中间上好理解的一篇。虽然是安尼呢，基本上诗篇68篇伊是一首胜利的歌吼，是一首咧描写伫即个上帝带领的中间的以色列百姓怎样经过遐尔久长的历史呢，因打败遮个万国万民。凯旋之歌安尼吼，咱通对经战呢，甲伊做一个简单的分段吼。第一段就是讲，
出来级的时代吼，对第一节到第六节吼，出来级的时代。咱看即个第一节的所在啦，吼，咱啊家己的圣经吼，咱特别吼，迄个伫这第一节的所在，佮注明讲民数记第10章35节吼，咱等于对照一下呢。民数记第10章35节吼，伫遮第一节讲，愿上帝起来，互伊的对敌四散，愿万分伊的人对伊的面前逃走。即节的圣经站呢，是摩西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了后，因有做啥物？因有做约柜啦吼。民数记第10章35节，遮记讲约柜起身的时，摩西就讲：耶和华，求你起来，愿你的对敌四散，愿万分你的人伫你的面前逃走。上帝照着约柜伊安尼起价是讲起定吼，也是讲伫迄个停留停价的时阵呢，用这个方式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因的脚步，打败埃及人，那亲像是咧赶散这个分部保守以色列人，特别是伫因中间的孤儿寡妇这个困苦的人。第二节这个第二段呢会当对第7节到14节吼，这是旷野甲士师的时代吼，旷野甲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人因经过40年旷野的这个流浪，然后进入到伫有雨水亲像流冷加密的迦南地啦吼。咱台湾是一个讲起来雨水介充足的一个国家，毋过呢，台湾竟然也是全世界吼排第17名欠水的所在啦吼。全世界第17名欠水的所在，因为咱的山悬啦吼，这个溪流若是讲迄个落雨的时阵嘛，真紧，这雨水就冲对大海去吼。所以迄个政府民间嘛咧想讲，要怎样甲这个雨水甲伊尽量留掉咧，会当利用安尼。迦南地呢吼，拄好甲咱无共款啦吼。迦南地大多数是迄个较属于讲旷野，也是讲类似沙漠的地啦吼。所以迄个所在全年度的这个降雨量也无介济吼。雨水对因来讲是相当宝贵的资源吼，是上帝一个特别大祝福的一个象征安尼。无论是农业也好，还是讲畜牧业也好，还是讲人的需要，拢是需要这个充足的雨水吼。所以这段咧讲着讲上帝落大雨啦吼，降落伫这个伊所赐予迄个流冷加流密的迦南地所在安尼。伫这个旷野甲士师的时代呢，上帝嘛赶散伫这个埃及的列王吼。第三段呢吼，第三段是15节到27节，这个称作是大笔的时代。伫大笔的时代呢，有真侪事件啦吼。其中一个较要紧的是讲着讲大笔呢，甲上帝约柜运到伫耶路撒冷吼，安放伫这个锡安山这个圣所的所在啦吼。圣所到伫所罗门的时代就起圣殿安尼。然后呢，这段咧讲着讲万国万民拢要来朝见上帝，奉献贡品礼物，也因为上帝呢，也因为上帝缘故呢，这个以色列人因对南吼，对南就是讲对这个犹大便雅悯吼，到伫北吼，到伫较北的所在呢，所有这个支派吼，拢无论大小，拢联合统一伫上帝的国度，正做合一敬拜上帝的子民吼。咱知影讲以色列人因有12个支派其实12支派伫迄个士师的时代吼，也是讲这个王也是讲建国吼，这个王国的时代就是这个扫罗王甲大笔的初期呢吼，其实因叫做迄个支派联盟，各支派其实是拢独自迄个算做讲家己有家己的治理模式啦。毋过呢，伫必要的时阵，因嘛会联合吼来做代志安尼。
啊，到伫台北伊一统天下，就是讲即个南平甲北平安尼国家统一了后呢，这以色列子民呢，因就成做一个合一敬拜上帝的子民。第四段就是讲到现今到伫未来啦吼，现今到将来的一个时代，28节到35节，研究上帝照伊伫古早所施行的权能来展现伫现今甲将来的时代吼，互万国万民拢降服敬拜上帝，学了上帝，嘛求上帝赏赐开来权能，互伊的子民以色列。诗篇68篇呢，对咱的教示头一项呢，就是讲，咱着爱对历史来找上帝啦吼，对历史来找找上帝，也是讲，咱本身嘛是爱有一个这个历史的意识吼，爱有一个历史感吼，真做一个有历史感的人安尼。嘛伫这个历史的中间呢，咱会当看伊讲吼，到底伫过去、现在甲伫将来呢吼，什么是咧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这个圣经咧讲，迄个就是上帝啦吼，迄个就是上帝安尼。咱通常呢会甲历史甲伊分做3个阶段啦吼。第一个阶段叫做过去吼，第二个阶段叫做现在，第三个阶段叫做将来吼。毋过即种的分法无绝对讲安尼就是完全的对，毋过这是大多数人的一个看法安尼。过去就是讲已经发生的以前啦吼，已经发生的以前，迄个已经发生的以前是袂当搁倒转来的时间，嘛已经袂当搁改变的一个事实吼。若是现在呢？现在其实就是万年久若定啦吼，是安尼喘一个气，也是讲像这个目睭皮安尼合落搁开开，安尼真短的时间吼，像我安尼直接讲一句话吼，这个讲过的话就无法度迄个时间点就无法度搁倒转来安尼。这个过去这个现在呢，念伊过去就变成做过去的一个历史。现在是啥物？现在就是唯一会当证明讲我搁咧活的这个时刻吼，也是讲你咱还咧活的这个时刻叫做现在安尼。若是未来呢？未来无论是偌久的未来吼，对遐已经过往的人，迄个世间的未来到底是啥物？是因无法度去看见的一个将来。毋过呢，对咱这还活地的人，其实未来也只是一个讲可能性若定吼。咱可能还佫会当活伫偌久的未来，这个中间安尼。所以呢，未来其实是一个什么？可能是咱还佫会当陆续去预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安尼吼。其实咧讲到历史，实在是无真好。了解安尼，用咱较白的话来讲，就是讲，咱人是活伫历史的内面啦吼，咱人是活伫这个历史的中间吼。过去的一切呢，过去的一切对现在的咱是有影响的。现在的咱嘛会影响到伫未来吼，现在会影响到伫未来。所以呢，伫这个读册的中间有一科真要紧的科目。叫做历史吼，历史安尼。历史呢，毋是甲所有代志拢记伫迄内底吼。历史是选择迄个讲，认为讲有重要性、有要紧的迄个事件，经过甲伊做一个解说吼。当然，迄个解说可能会对着无共人，也是讲无共款的即个团体吼，会无共款的一个解说甲定位安尼。毋过呢，透过即个历史，互咱知影讲过去对咱迄个有意义的事件是啥物呢？嘛，互咱会当明白讲当我做一个现代人吼，即个我的身份、我的意义是啥物安尼？然后呢，咱嘛会当透过即个历史吼来建立一个美好的将来，为着这来奋斗甲打拼。咱咧读诗篇68篇吼，咱等于检采阁用一寡时间，佮甲诗篇68篇头到尾看规届啊，毋是讲看一届就好，看规届安尼。
咱会当透过诗篇68篇呢，以用真简单的方式来回顾讲，上帝伫因以色列族的这个历史吼，伫过去的引带甲带领呢吼，无论是伫过去摩西的时代，伫出来吉的时代，伫旷野的时代，伫因入迦南的时代，伫士师的时代，一直到大必建国的时代呢，上帝圣所对西奈山，然后一步一步迁徙来到伫这个锡安的圣城。这咧讲着讲，上帝一直是历史的主宰。虽然人类的历史呢，一代一代咧过去咧变迁，人会死，总是上帝伊的公义、伊的慈爱是永远袂改变。咱人每一个人活伫这个世间，咱也着爱多多少少知影讲吼咱的出身啦吼，从咱的家己的家族的代志啦吼，这个家庭的这由来的历史吼，侪少嘛知影呢吼，像咱做三个教会一份子吼，咱嘛侪少嘛爱知影讲咱过去三个教会这历史，因为过去的历史对咱现在是有影响，咱现在甲过去所发生的这代志呢，嘛影响到伫未来教会这个走向安尼。所以呢，咱爱诚做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一个人吼，特别一个有历史感的基督徒安尼。到底咱个人的信仰史，还是讲咱家庭的信仰史，咱教会的信仰史，还是讲更加看包括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是其中的一份子。到底这个长老教会伫台湾的历史，对咱有甚物种的这个影响，咱嘛是爱去知影。吼，透过过去甲现在，咱咧敲找这位信息不变的主上帝吼，这对伫咱现在的处境，甲伫未来的发展，就会互咱充满着迄个信心甲盼望，因为咱是瓦克主，咱是信客主，咱知影讲安怎这个伫主的内面来克服这个困境吼，甲面对未来安尼。第二呢，伫遮呢，诗篇68篇咧讲着讲，上帝是一个互无依无我的人通倚靠的主吼，上帝是无依无我的人的主。这无依无我的人也称作是弱势者。诗篇68篇，咱来看这个第50甲第60节吼。伫第50甲第60节，才有讲着讲，上帝伫伊圣的所在，做孤儿的爸，寡妇的保护者。上帝互孤单的人有厝通住，带关家的人出来，得到自由享福。孤儿、寡妇伫古代一直是社会中上界孤立无援的这个弱势者的代表。受关家的人嘛，无完全是罪犯，也是讲社会败类吼。到伫今日，有缘还有人为着无共款的这个政治立场，也是讲宗教信仰，也是讲种种等等的这个理由呢，就可能互人抓去关受迫害。像讲最近这正个月吼，咱台湾有一个女性安尼吼，迄个要去中国，结果还未入中国，就叫中国政府抓，到底怎啊伊的情形是安那，嘛拢毋知影呢吼。所以这个受关家的人有时阵为一部分是亲像即款的人安尼。诗篇68篇，上帝讲吼，伊就是这个无依无我，这个上界弱势的人，上坚强佮有力的保护者甲拯救者吼。所以呢，上帝关心伫因的需要，也看顾伫因的这个心声安尼。咱搁看19节吼，伫这68篇的19节才讲，主应该受称赞，伊日日陪咱的担，就是救援的上帝，伊就是救援的上帝。咱知影咱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就是永远甲咱同在的主。咱的主也用伊死里受价的这个救恩呢，日日陪咱的担，担当咱一切的忧苦病痛甲苦难，也互咱甲主同死，也要甲伊同过活来进入伫伊荣光的国度。腓立比书第4章69、70讲，拢毋通看入什么，
万事就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第三呢，伫遮讲上帝是万国万民的主吼，上帝是万国万民的主。整个的诗篇甚至无论是旧约也是这个新约中间呢，一直咧强调，这个整个的世界甲所有的人类呢，无论是伫过去、伫咱现在，也是讲伫将来，拢属伫上帝，嘛是上帝咧关心甲治理的。上帝听是无私的，伊关心伫这个以色列族亚伯拉罕的子孙，伊也关心伫其他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无论是王公贵族，也无论是乞者罪犯，拢是伊所关心的对象。伫新约嘛讲去讲，无论是咱教会内面遮的信耶稣的人，也是讲伫教会外遮的未信者，所有的人也拢是上帝以公义、慈爱救赎的对象。诗篇68篇呢，咱看伫即个31节到32节吼，31节到32节呢，遮得使要带贡品对埃及来，古实要赶紧对上帝献礼物吼。伫当时的世界，埃及是上界强盛的国家，特别是讲对因即个中东即个世界来看，埃及一直都是上界强盛的国家咱会当来比评讲，哪像讲今仔日的美国吼是世界上界强勇猛的国家安尼吼。另外呢，遮讲到古实古实是伫非洲一个对因来讲是一个真遥远吼，是伊索比亚迄个所在的国家啦吼。当然呢，即个古实呢也安尼赶紧安尼旨赶紧要来调记上帝吼，毋敢对上帝怠慢来尊敬上帝安尼。世上的列国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就对上帝唱歌，吟诗称赞主吼。这是河顶阳光偌尔盛放一个和平的景象。这个也是上帝实实在在临到的一个美妙的环境。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伫咱的心中，咱嘛爱放一个把这款的景象，就讲这全世界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吼，拢是上帝所听、上帝所关心，也是上帝期待讲因嘛当平命正做是上帝国内底的子民吼。咱要有这种的看见安尼。原来明白历史的要紧性，也知影咱的上帝是历史的主。伊是万国万民的主，嘛是无依无我，这弱势者的主。咱做伙来祈祷。